歡迎大家返嚟我個頻道。我哋今日咧係講關於羅馬書第9章嘅。咁喺羅馬書第2章嗰度咧就講到，保羅咧就話，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犯罪嘅，每一個人都有罪性，同埋喺呢個世界上面，每一個人可以達到一個完美嘅標準，好似神一樣嗰個標準。咁跟住喺3至7章度啦，佢咧就講話當時嘅以色列人啦、猶太人啦，同埋其實而家嘅猶太人都係一樣嘅，佢哋係成日都想係遵守神嘅法例，喺舊約聖經裏面所有嘅啲法例。咁但係佢哋嘅心態咧就係淨係想靠自己嘅力量去做到呢一件事，就齋係做，但係咧就個心咧就唔喺度嘅，即係個心唔係真係去仰望神、去愛神，而係真係淨係想達到可以做到呢一啲嘅法例或者係律法裏邊所要求佢哋想做嘅嘢。咁同埋咧，佢哋係好死板嘅，佢哋淨係想照例咁樣去做，但係個心咧就唔喺度嘅，個心仲有好多個嘅罪惡，好多個黑暗。咁保羅咧跟住喺第7章咧就講到，因為我哋有罪性啦，嗰個罪性就係喺亞當傳落嚟俾佢嘅後代，即係嚟到我哋呢一個世紀都係一樣，所有人類都有罪性呢一樣嘢。而因為個罪性，我哋係唔可以遵守到神嘅法例。喺舊約聖經所有嘅十誡啊，或者其他嘅法例，我哋係遵守唔到嘅。所以猶太人佢哋係睇呢件事睇得錯咗，因為佢哋唔承認自己係有罪，而呢個罪性令到我哋咧係時常都做唔到我哋想做嘅嘢。喺我哋嘅裏邊有一部分係想遵守神嘅法例，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咧，我係做唔到，因為其實真係完全係講信心嘅，就好似佢舉個例就係亞伯拉罕啦，亞伯拉罕同神嘅關係，父神嘅關係就係由於父神同佢作咗一個應許，就話你會成為以色列嘅父親，喺你裏邊咧係會有好多嘅子孫嚟到，跟住咧就會成為一個列國啦，叫做以色列咁樣啦。而當時佢係好老嘅，佢係生唔到子女，咁所以亞伯拉罕就相信神嘅應許，而神咧就好喜悅佢，因為佢相信。所以係唔係因為亞伯拉罕做幾多好事或者唔做幾多嘅律法嘅嘢，而係因為亞伯拉罕係真係相信神嘅信實，佢講嘅嘢佢一定會做，咁神就真係俾到一個仔俾佢啦，俾咗埃錫俾佢。咁所以咧就喺第7章咧，保羅咧就話喺我哋心裏邊有2個律法，一個律法就係神嘅律法，即係想去做神嘅嘢。第二個方面咧，我哋係有一個肉身嘅律法，呢個肉身嘅律法咧係令到我哋有罪性而掌管咗我哋咧，而去做一啲壞嘅事情。咁問題點算呢？如果呢個問題咁重要，第7章佢話我想做嘅嘢我做唔到，但係我唔想做嘅嘢咧，我偏偏去做，即係呢一個矛盾嘅心態咧，點樣算呢？咁真係好麻煩。咁所以咧，佢喺第8章咧就講到，其實係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個矛盾嘅問題，就係信咗耶穌之後，而個聖靈喺我哋嘅心裏邊做一個好深嘅工作，就俾到我哋有力量去信服神，
叫我哋去做嘅嘢，因為淨係靠自己係做唔到嘅。我哋人好矛盾，想做嘅時候做唔到，唔想做嘅時候就偏偏都去做。而嗰個罪性係好深入，係我哋一出世就已經有，所以就好難去做。如果我哋做犯咗少少嘅錯誤，我哋都唔能夠同神一齊，因為神實在係太聖潔。咁所以神解決嘅方法就係話，佢派救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當將我哋嘅罪擺咗喺佢自己個身體裏邊，而啃咗我哋嘅罪裏邊嗰個效果嘅死亡嗰個效果。咁耶穌死咗之後，佢復活咗，就係即等於我哋喺罪裏邊死嘅時候，亦都會有復活嘅時候。即係話，當我哋洗禮嘅時候，喺水裏邊出翻嚟，嗰個動作就係聖靈喺我哋嘅心裏邊，令到我哋生命有翻個新嘅活潑嘅生命，一個好嘅生命。喺呢個聖靈俾我哋嘅生命係有光嘅，係可以做得到神想我哋做嘅嘢。但係我哋都需要去順服喺聖靈之中，亦都成日要諗點樣可以跟聖靈嘅方法，唔好跟自己所諗嘅方法，因為自己裏邊有罪性，嗰個罪性仲喺我哋嘅肉身裏邊，甚至去到我哋死嗰一刻都喺我哋嘅肉身裏邊。所以我哋時常要跟聖靈叫我哋做嘅嘢，我哋去做。咁保羅去喺第8章，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章啦。佢講到點樣可以做到呢一點呢？點樣可以跟到聖靈，順服喺聖靈嘅帶領之中呢？就係去到最嬲尾嗰度，佢講我哋要時常去思想翻神對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邊個愛。佢點樣愛我哋？點樣為我哋俾自己嘅獨生兒子，為我哋獻上，為我哋而死。咁呢一刻，我哋諗到神對我哋咁有愛心，佢咁憐憫我哋，俾我哋有機會去同佢和好。因為耶穌食咗我哋啲罪嗰個後果，咁我哋就可以同佢有份啦，可以上天堂，可以同佢一齊。咁呢一個做法係神所即係喜悅嘅方法，佢係用咗呢個方法去救贖我哋。咁但係去到第9章咧，保羅就開始講翻啦，呢一樣嘢係俾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用得着，即係話耶穌係為全世界嘅人死。總之我哋係相信佢，我哋就可以得到釋放，可以得到救主幫我哋嗰個方法去脫離翻罪裏邊嗰個捆綁。咁但係佢自己因為係以色列人啦，佢就喺度講，佢話咁我啲同胞猶太人、以色列人嘅同胞，咁點算呢？因為當時係好多猶太人都唔中意耶穌啦。如果你睇翻福音書，知道嗰啲猶太人其實係好想殺耶穌啦。好多時都係想揾一個機會去用石頭掟死佢啦。甚至到去最撈尾就係釘咗佢喺十字架上邊啦。咁保羅就喺度講，佢話點算呢？因為猶太人咁憎耶穌，甚至去到而家呢個時候，今時今日猶太人亦都唔中意耶穌。一講到耶穌基督咧，佢哋就喺度話佢講大話嘅，佢係騙子嚟嘅咁樣。因為佢哋而家猶太人都仲係等緊佢嘅彌賽亞，仲係等緊嘅。佢哋覺得佢哋嘅彌賽亞就係會拯救以色列啦，令到全個以色列有興起啦，加上成個世界都會有興起。咁但係呢樣嘢仲未，佢哋覺得未出現。咁其實佢哋嘅彌賽亞就係耶穌基督，佢出咗嚟，即係嚟咗呢個世界第一次嚟嘅時候，佢哋唔承認佢，就殺死咗佢。所以保羅就好傷心，就話點解佢嘅同胞係
唔接受耶穌咧，咁佢哋係咪已經滅亡咧？咁所以第9章咧係講關於以色列嘅身世，即係話以色列嘅前途係會點咧？第9、第10、11一直落去都係講關於以色列嘅現在嘅境況啦，同埋將來嘅境況會係點？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第9章係講關於神嘅揀選，咁你睇下聖經呢度亦都寫咗，中文聖經寫神的揀選，原來嘅聖經裏邊係冇呢個 heading 嘅，冇話神的揀選呢幾個字係唔喺度嘅。咁呢度亦都係解錯咗，就唔係神的揀選，而係其實係神對於以色列嘅揀選。係以色列呢個民族呢個國家嘅揀選，唔係對於我哋人類嘅揀選。咁所以喺9章裏邊咧，我會解釋翻其實有啲人，因為有啲人話嚟睇下神嘅揀選，神中意你就揀你，唔中意你就唔揀你。佢覺得你好嘅就揀你去上天堂，唔去你做得差咧你就上唔到天堂。其實呢個諗法係完全錯嘅，唔係。9章係唔係講緊呢樣嘢，係完全係講關於以色列嘅揀選。OK， 所以我哋開始。咁佢話我在耶穌裏邊咧，說嘅係實話，沒有說謊。我嘅良知在聖靈裏為我嘅作證。我非常受苦，心裏傷痛。點解咧？因為我嘅弟兄，我哋嘅骨肉之親，縱使我自己受助咧，即係詛咒啦嚇，與耶穌分離，我也心甘情願。佢話我情願我自己受苦啊，我都唔情願我睇住我自己嘅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係同耶穌分離，係失去佢哋嗰個救恩。他們是以色列人，第4節啦，兒子嘅名分啦、榮耀啦、眾約啦、所賜嘅律法、敬拜嘅禮儀，眾多應許都是他們的。即係話父神初咧係俾以色列人由亞伯拉罕開始係俾亞伯拉罕一啲嘅應許啦，跟住落嚟亦都俾咗好多嘅應許俾以色列人。佢哋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係喺神裏邊、父神裏邊係得到好多嘅祝福嘅。其實有律法啊，有識得點樣去敬拜佢啊，有兒子嘅名分啊。因為神真係揀選咗佢哋以色列呢一個民族，由亞伯拉罕開始，即係第一位啦開始。咁而嗰個應許係乜嘢咧？神俾亞伯拉罕嗰個應許。就話佢會成為眾人嘅父親。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個應許先。就係呢一個應許喺創世記12章第2至3節嘅。就係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佢初就叫做亞伯蘭嘅，Abram。佢遲啲咧，佢就改名。神就改咗佢做亞伯拉罕，但係初係叫做亞伯蘭。咁呢一個應許係咩咧？就係話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你去嘅地方。我必叫你嘅城為大國，我必賜給你，叫你為大，你嘅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咁當佢俾呢一個應許俾亞伯拉罕嘅時候，亞伯拉罕都仲未可以有第一個兒子，因為佢係好老啦，已經咁就生唔到仔嘅。咁但係咧，神咧亦就同佢應許咗，就話經過你咧，會有一個民族啦。咁經過呢個民族咧，眾人都會得到祝福嘅，即係話其他嘅國家都得到。點解呢個應許係咁重要？因為當時亞伯拉罕都仲未有仔女，佢係非常之老啦，已經開始係老，咁所以就生唔到子女。咁所以呢個真係一個應許。而亞伯拉罕當時係相信神嘅，佢係相信神，咁所以咧，神就好喜悅佢，因為
其實望落去佢都生唔到，咁但係佢唔覺得呢樣嘢係會阻止到佢去相信，咁所以咧神係非常之喜悅佢。咁所以以色列人當時係得到好多神嘅好處，係啦，佢哋呢個民族啊，佢哋嘅祖先啊，個個都係喺神嘅庇護之下啦。所以咧係保羅就覺得好唔開心，因為點解佢哋喺神裏邊得到咁多嘅好處，但係始終佢哋係同基督分離咗咧？係啦，第6節，但這不是說神的話落空了。佢話係咪神講大話？佢話會俾以色列人成為一個大民族，通過以色列可以其他民族都可以受到祝福。但係點解以色列裏邊嘅人係咁唔中意耶穌咧？係咁甚至係殺死佢？咁佢哋係咪已經滅亡咗咧？呢一班人係咪神已經唔記得咗以色列？係咪神已經唔記得咗佢做過呢一個嘅應許咧？以色列點算咧？係啦，佢就好擔心。第7啦，也不是說因為他們是亞伯拉罕嘅後裔，就全都是他的子女。佢話咧，佢問咗呢個問題，佢話神嘅話係咪落空咗啊？咁佢就自己答自己，佢話唔係，點解咧？佢話唔係所有亞伯拉罕嘅後裔就係神嘅子女啦。點解咧？繼續睇落去，只有以撒生的拉撒啊，唔識讀啊 ，Sarah 英文 Sarah 才可稱為你的後裔。佢話咧，淨係阿 Sarah 生嘅咧，先至係稱為你嘅後裔，唔係全部你生到同其他女人生嘅都係你嘅子女。OK， 淨係同 Sarah 生嗰個先至係。就這樣說，肉身所生嘅兒女並不是神的兒女，只有應許嘅兒女才算是後裔。即係話，淨係 Sarah 生落嚟嘅先至係後裔。呢個係神揀選嘅方法，呢個係神用 Sarah 同埋Abraham 亞伯拉罕生落嚟嗰個仔叫做 Isaac 嘅方法，去延續呢條 bloodline。係啦，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並不是神的兒女，只要應許嘅先至係神，先至係後裔。即係話，淨係應許咗嗰個先至係叫做後裔，唔係所有生落嚟嗰啲仔女都係以色列人嘅仔女。OK， 因為這應許嘅話是這樣的，明年這個時候。Sarah 就會生俾你一個仔，即係頭先我俾你睇嗰一節啦。不但如此，利百雅也是這樣，他是從一個男人，就是我們嘅祖先 Isaac 以撒懷孕。咁佢而家俾一個例子，佢呢個例子咧就係話另外一個例子啦。佢頭先嘅第一個例子咧就係、Sarah 生落嚟嗰個仔叫做 Isaac， 嗰個 Isaac 落嚟嘅後裔先至係神應許嘅後裔，唔係其他子女嘅後裔。因為亞伯拉罕都有其他子女噶嘛，佢有其他嘅仔嘅，但係咧神咧淨係揀選咗 Isaac， 神冇揀選其他嘅子女。點解佢淨係揀 Isaac？ 因為從 Isaac 開始落嚟嗰條血線咧，先至可以去到耶穌，我哋嘅救主，就係呢條 line 先可以落到嚟。咁其他嘅子女咧係唔係神所揀選嗰條線連落嚟去生到耶穌嘅？咁呢個係神嘅 planning， 係佢嘅咁樣嘅計劃。咁所以我問點解？咁其實真係冇得解，因為呢個真係神嘅計劃，佢係想藉着Isaac 嚟生耶穌
好多世紀之後咧，可以生到耶穌出嚟。咁佢而家係用另外一個例子啦。佢 Isaac 即係長大咗啦，佢娶咗 Rebecca， 而 Rebecca 就生咗2個孖胎，而有一個咧就叫做 Jacob， 一個咧就叫做 Esau。咁呢度落嚟，佢係俾緊一個example， 就係話神點樣揀Jacob， 但亦都唔會揀 Esau。Esau 係大嗰個，即係出嚟嗰個先，因為佢係一孖胎，但係佢出嚟嗰先由母親個肚度出嚟先咧，就係 Esau， 所以 Esau 就大啲嘅，可能幾秒啦，大幾秒。咁佢係大仔，而 Jacob 係細仔。咁當時以色列嘅民族嘅做法就係大仔係有所有嘅權啦，細仔係冇權嘅。咁但係咧，神咧就將呢個次序就調亂，就話細嗰個咧其實係有多啲嘅名分，但係大一個反而冇。咁佢就用翻呢一個咧就證明話到俾我哋聽，就話咦，你睇下神真係有佢自己嘅方法去揀選一啲人，係佢自己嘅 planning， 係佢自己嘅旨意，冇人可以話俾佢聽點做，冇人可以估到神會咁樣做，或者佢唔會咁樣做。咁佢而家就用緊依個孖生仔咧去做另外一個嘅 example， 就係話神會揀選佢想揀選嘅人，唔係我哋所想嘅。OK， 咁繼續講落去咯。係啦，佢跟住話啦，因為呢個孖生仔咧還未出生嘅時候，還未有作善作惡，即係話唔係因為呢個孖生仔佢哋做咗咩好事或者冇做咩好事，而係神要揀選某一個。OK， 神為要確立他揀選嘅人嘅旨意，就係啦，呢個講到佢嘅旨意，唔係因為個孖生仔佢哋做咗幾多好事。OK， 不是出於行為，而是出於呼召嘅那一位，即係神嘅旨意去呼召某一個。OK， 神就對利百亞說：大的要侍奉細的，正如經上所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卻是我所憎的。即係話佢係揀咗雅各，佢冇揀到以掃。英文 Esau， 呢個英文係 Jacob。佢用呢個字愛同埋憎呢個字咧，其實係有啲人會講就話你睇下神愛雅各，佢好憎Esau，咁所以咧就揀選雅各。其實唔係咯，唔係因為雅各做咗幾多或者Esau做咗幾多。呢度亦都上面寫咗，唔係因為行為嘅問題，而係因為神佢自己想咁樣揀選，佢淨係想揀選雅各。其實呢兩個都好衰嘅，佢兩個都有做壞事㗎。咁點解神會揀佢唔揀佢咧？其實真係唔知，但係因為神嘅自己嘅旨意，佢想揀雅各啦，佢想揀亞伯拉罕啦。由呢一條 line 落嚟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救主耶穌咧會係出世嘅。咁所以佢係咁樣去揀選呢啲人喺呢個位置，喺呢個時間，而完全都唔係因為神愛雅各唔愛以掃。OK， 14就一樣，我哋點樣講咧？難道神唔公平嘛？佢話唔係啦，絕對唔係因為佢唔公平，而係真係因為佢想咁樣揀。OK， 佢跟住就話用摩西作一個另外一個 example， 佢話我要憐憫邊個就憐憫邊個，我要體恤邊個就體恤邊個。咁有啲人就係話你睇下呢度就係咁樣寫，神體恤中意嗰個人就揀嗰個，唔揀嗰個咧，唔中意嗰個咧就唔揀嗰個嘅。摩西就係帶以色列嗰班以色列人出紅海啦，由埃及嗰個地方度出嚟嘅。
甚至話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我要體恤誰就要體恤誰。這樣看來，這不是出於人嘅意願，也不是出於人嘅努力，而是出於神嘅憐憫。因為經上所這一句嘅説法啦，就係我興起你，正是為此，要藉着你顯出我大能，好讓我嘅名傳遍全地。這樣看來，神想憐憫誰就憐憫誰，想使誰心硬就使誰心硬。其實有啲人就係話啦，係咪神令到嗰個埃及嗰個王唔俾摩西帶嗰啲人出嚟心硬呢？係咪神令到佢心硬，使到佢唔俾嗰啲人出嚟埃及呢？其實呢度寫話唔係因為咁咯，唔係因為神話要令到佢哋心硬，而係埃及嗰個王個心已經硬咗啦。佢係唔想俾嗰啲以色列人出個紅海，佢個心已經硬，跟住個神呢亦都係令到佢心更加硬。其實點解會咁樣樣？因為有啲人佢係心係真係去拒絕神，好多次去拒絕神，佢個心已經硬咗。咁而神亦都會喺咁嘅情況之下，令到嗰個人個心更加硬，會係有咁嘅情況。因為喺羅馬書第一章亦都睇到啦，就係有時當我哋次次都去拒絕神，佢會係放手，就係話 OK， 你想心硬你就繼續啦，我亦都唔會繼續去保護你啦，我唔會繼續去顯現俾你，因為你個心已經唔想。咁有咁嘅情況就係神係會令到一個人去放手，佢唔想，佢唔會再嚟打擾你啦，可以咁講嚇。佢係任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你就會越嚟越去做壞事啦，你越嚟越黑暗啦，你個心就係基本上就喺地獄裏邊噶啦，已經咁嘅情況，因為神唔再喺你個生命裏邊。咁所以呢就話神唔係去令到佢心硬，而係佢自己本身已經係有心硬嘅情況。咁神咧繼續去令到佢嘅心更加硬，因為佢離開咗佢嘅庇護啦，已經 OK。咁19啦，佢話其實這樣你會對我說，你為什麼怪責人呢？有誰可以抵擋到神嘅旨意呢？咁佢個咁嘅講法，其實我哋都會咁諗啦，係嘛？因為佢就話，如果神令我哋有一啲人心硬，你咁樣點樣可以話怪責佢？如果佢唔去回應呢？因為神已經整到佢個心硬咗咯。咁其實呢一段裏邊，呢一章裏邊係唔係講關於救恩嘅問題，而係講以色列嘅揀選。救恩係俾全世界，耶穌係為全世界嘅人死。如果你一信，你個心係軟化嘅，係願意去接納耶穌為你嘅救主，去接納咗佢為你做嘅嘢嘅時候，呢個救恩係嚟到即刻可以嚟到你嘅生命上邊。但係如果你次次都唔去接受，你永遠都係好硬嘅時候，你個心硬，你個頸又硬，心又硬。咁嘅時候，類似係咁樣咧，神就會唔理你啦，放開你啦，就嗰個時候就真係太遲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會有咁嘅情況，但係喺呢一章裏邊係唔係講關於救恩嘅嘢，而係講關於神揀選某一個人成為以色列嘅始創人。令到耶穌可以喺呢一條 line 裏邊嘅人出世，呢個係神嘅 planning， 係啦。跟住佢話：可是你這個人哦，你是誰？竟然可以同神即係嘴拗呢？被塑造的怎可對塑造他的說：你為什麼把我做成這個樣子？咁即係話有啲人會問呢個問題，話你點樣可以點解神仲怪責我哋啊？咁其實頭先我解釋啦，神唔係揀選人去令到佢哋得救或者唔得救，而
而係佢有自己嘅意思去揀選某一個人去做某一件事，喺某一個時間裏邊做佢自己要做嘅旨意。OK， 咁跟住佢就話塑造陶瓷嗱，對唔住，我真係唔識你呢啲字，好難。佢話咧，難道沒有一個有權？其實就係話神佢自己係創造整個世界，點解佢冇權去用佢自己嘅旨意去做一啲器皿、一啲人係 for 某一個原因，係 for 某一件事去成就佢自己某一個旨意？佢話佢係全世界嘅嘢創造者，點解佢冇權去做某一啲嘢，去用某一啲人去做某一啲嘢呢？咁佢有權啦，因為佢係創造天地萬物嗰一位啊嘛。咁所以呢度其實成段都係講關於呢一樣嘢，即係話其實父神係有權去做佢想做嘅嘢，用某一個人喺某一個時間去做自己嘅旨意。25節啦，正如神咧就同何西河，即係舊約聖經裏邊講啦，我要把那不愛嘅子民咧成為我嘅子民，也我不蒙愛嘅成為蒙愛嘅。從前在那裏對我他們說，你不是我的子民，將來也是做我永活神的兒子。即係話咧，有啲喺舊約聖經裏邊講，有啲人佢唔係神嘅子民，因為佢哋唔係以色列人，即係好似我哋咁啦，唔係以色列人。但係咧喺某一個時間咧，神會都召佢哋，都叫佢哋成為子民，同埋係蒙愛嘅，即係我哋呢一班啦。喺某一個時候經過以色列呢條 line 嗰個救主出咗嚟之後，我哋相信救主嘅時候，我哋呢班人外邦人就會受到蒙愛啦，成為神嘅子民啦。咁呢度下邊呢度亦都係講同一樣嘢，喺舊約聖經裏邊有預言到呢一件事，即係話從以色列呢個國家裏邊會出到一個救主，而呢個救主咧會將其他嘅民族嘅人咧係帶埋一齊，令到嗰啲人嘅人民咧都會成為父神嘅子民，係通過以色列，通過救主係由以色列出嚟嘅。而嗰條 line 咧就係佢頭先所講啦，亞伯拉罕啊、Jacob 啊、Isaac 啊，呢一條 line 裏邊出嚟嗰個救主就係通過呢一條 line，我哋其他民族嘅人都得到救恩。咁其實佢話30節啦，就因為我們應該怎樣説咧？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即係我哋啦，就得到啦。而那信嘅咧，佢哋嗰啲以色列人咧，就反而用法律嘅方法咧，就得唔到。咁即係點咧？因為他們不是憑着信心，所以所有嘢都係憑信心嘅。佢哋就用行為，但我哋咧就用信心。他們就咗絆腳嘅頭石頭上咧，即係跌倒啦。正如經常所講啦，看啊，我在列安放下一個絆腳石，一塊使人跌倒嘅磐石，靠住他啲人咧就唔會羞愧。呢個係耶穌啦，呢個絆腳石就係耶穌。咁即係話靠住耶穌咧，我哋唔會羞愧。但係依班以色列人，以前嗰班以色列人，就算去到而家現在嘅以色列人都唔信靠耶穌，佢哋就真係會跌倒啦。因為耶穌咧，佢哋跌倒。咁就解釋到以色列嘅不信。咁其實第9章係講關於神揀選以色列，而用嘅方法就係揀某一個人喺某一個時間出現，係啦，就唔係講關於救恩，唔係話神中意揀你就揀你，唔中意揀你咧就叫你落地獄，唔係，淨係講關於以色列。點解會淨係講關於以色列？因為佢想個救主喺以色列呢條 line 度走出嚟。
唔係由另外一條 line，佢想呢條 line 度走出嚟，咁所以就唔一定要揀某一個人喺某一個時間出現，係啦，令到全世界都可以得到救主，甚至你同我得到救恩。咁我哋得到鼓勵就係話，原來神有佢自己嘅旨意，係啊，佢有佢自己嘅時間，佢有自己一條 timeline， 佢有自己想做嘅嘢，而佢想做嘅嘢一定會做得到出嚟。就算我哋唔明白點解佢會咁樣做，或者係點解會有咁嘅時間嘅問題，都唔緊要，唔擔心，因為始終嚟講，譬如係講返以色列會有一部分嘅以色列人係相信主耶穌，但係一部分會唔相信。但係喺呢個時候就係我哋外邦人嘅時候，即係話通過以色列嘅救主耶穌，我哋外邦人就得到救恩啦。而我哋得到永生，得到救恩，而因為咁時間繼續過啦嚇，呢段時間過到某一個時間，當嗰個喺神嘅旨意裏邊覺得係夠啦，救人啦 ，OK， 咁佢咧就會耶穌就翻嚟啦。翻嚟嘅時候，成個以色列都會知道，而個個係真係救主，咁成個以色列咧都會得救。但係現在嚟講，淨係好少嘅 number， 以色列裏邊嘅 number， 淨係好少人相信。因為完全佢係跌倒嘅，佢成個以色列大部分人都跌倒，為耶穌係跌倒，佢唔相信。但係因為佢唔相信呢件事，就而家去咗外邦人嗰度，而我哋就係喺呢個時間，用呢個機會咧，係相信咗耶穌，我哋會有永生呢一樣嘢。去到某一個時間，耶穌翻嚟嘅時候，成個以色列都會得救。咁呢個係神嘅自己嘅揀選嘅方法，佢想咁樣做，我哋唔知點解，但係佢係想咁做。所以就鼓勵大家，有時我哋唔明白神嘅作為係點啦，點解會咁樣做嘢啦，或者我哋祈禱想佢咁樣做，但係佢遲遲都唔答我哋喎。咁我哋得到灰心，我哋話點解神啊，你唔理啊？點解你唔做嘢啊？其實想鼓勵翻大家，唔需要擔心咯，因為神真係有佢自己嘅旨意喺佢條 timeline 嗰度，佢想做嗰樣嘢，佢就會做。咁所以你要明白，佢愛你，佢揀選你，佢會喺你生命上面作一啲美好嘅事情。你所求嘅，如果係佢嘅旨意嘅話，佢一定會做。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你會繼續相信，從信心，唔係靠行為，而真係靠信心。行為都係需要嘅，因為我哋都要思想翻神點樣愛我哋，而因為愛我哋會為佢做好事，唔係因為一定要做好事，而係因為愛佢，因為佢愛我哋先，所以我哋會有行為嘅改變。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個信心，對神對嘅應許，我哋會有信心，因為知道佢係好嘅，佢係我哋嘅父親，佢一定會做佢叫我哋佢會做到嘅嘢。OK，咁祝福你，希望你受到鼓勵。